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台湾在2003年全面禁止控牛至1期国家的牛肉进口，先前美国、加拿大解禁进口的，14年没入到台湾的日本、荷兰同瑞典牛肉特别相关产品，9月15日也是得买来台湾的。现在台湾国产牛肉的刺激率能6%的，牛肉产业受骗的。高级黄牛也都进口的，会影响到国产高价牛肉的发展。农委会除了澄清讲，国产的温体牛肉同进口冷冻牛肉的市场不那个清楚，只有进口牛肉之间会相互竞争。不过，既然台湾牛无控牛证、无臭牛证，也按到安全问题，社会立场有断，那么鼓励人去学来推行进口牛肉呢？台湾嘅牛肉产业发展嘅政策有很用的呢，向下嚟关心。资料查经过，牛的上车胆头出了事，牧场主人系32岁种子名，本来做口经验，佢好生美食，使得青岛的牛肉好料理，有摆机会使到清甜的台湾牛肉，使到牛的安站，做到家乡做农民享用牛。因为我不是畜牧本科系的，我一开始学的是机械系，那我是当工程师的。那基本上我有的是生产管理的一些概念。那其实碰到这个东西，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切入的时候，一些经验还有一些观察的状况，其实我花了蛮多时间哈，因为我没有所谓的畜牧专长，也不知道说，这个牛要怎么样去喂养它。对本地物嘅做唔爱，5年来也喺台湾投咧牛肉专业培育中心。所讲嘅培育係牛肉要賣前，必須一天比例量錯，按用要賣肉質及穩定，品質又好。雖然也係學嘅200-300隻，種子名認為按用還係唔係當到。小规模化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很难像国外有我们可以专人或是怎么样，在台湾不行，在台湾就是变成说我们一场就是什么都要做哦。你说刚刚讲的，你有讲到说有肉牛哦，这是肉牛的部分，肉牛喂养我只要取肉就好的。那接下来转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又要碰到母牛的时候，我们又要讲到育种的部分。那育种的部分它就更复杂了，因为在这边是它的那个会有伤口，利亚这就是每天要给它消毒一下。一記者案件之中嘅牛子將出世無經驗，種子名經判約嘅警告，牛子將出世強跑感染發熱，而向牛要有專業，育種行較複雜，這個牧場本期期大體來講有2種，青島嘅係牛骨嘅，還有部分黃參牛，另外一種最熱皮，今年6年嚟將對歐洲進口來嘅案件之中牛馬，因為對民國60年代到今，頭嚟進口有名品種牛牧場。要生小牛，那我们要接生，好，那它又不像说我们又没有办法预计说它什么时候会生，所以说它不像我们人啊，那个妈妈会打电话跟他，老公我要生了，这不行啊，牛它不会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，我们必须要每天2个小时，我们就来看一次，2个小时来看一次。做項目呢，無馬走上安步，半夜牛馬嘅樣子，沒有來同一件期待。種子名下同牛馬牛運輸戰，做到台灣牛產業，做到見來見專業家下，農委會公告要開放日本、荷蘭同瑞典牛肉進口落來，台灣牛一隻受騙嘅，當冇簡單發展起來牛產業會受到影響。它的市場就是屬於很少的小眾市場，那這個可能是高級餐廳啊，高級餐廳或五星級飯店，他們會引用這個比較高檔的。當然，有很多的老饕都很期待日本和牛肉進來，這個是事實。那市場它有市場的一個區隔，所以它不會跟我們本土牛肉產生競爭。現時國產牛肉刺激率大概佔6%，剩的94%係國外來嘅，其中美國、歐洲同紐西蘭做徛喺90%。農委會認為，用100開放進口日本來講，日本牛肉刺激率佔40%，咩唔多，一年出口量大概1900公噸，供應到國際市場量有限頭，會同其他進口國相互競爭。不過，採購業者認為，社會立場越來越好，對食品安全角度來看。喺講愛進口牛肉，做馬咪鼓勵進口牛肉，好俾農民來享咯。我們台灣可以進
很多的那个牛肉进来，但是商人他在盈利嘛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了一些台湾的一些那个肉牛，可以来台湾养殖，那可以让农民他有可以做生产，当然所有的前提要达到规模经济。50年前，我们台湾这个小农的这个社会呢，那么都是家庭式的这个畜养业。那我们种很多的这个饲料作物，那我们家里面的厨余或者甚至于这个牧草、杂草等等的，都可以用来这个养动物来换这个肉类。那而且呢，让这个小农家庭有比较好的收入。台湾养牛产业发展，对100年前农业社会讲起时，头摆无论黄牛也水牛，大概都会用来做事，也做耕田，无做来菜的。比起猪肉、牛肉要较少认识，股数刺激力较高。转型到工业社会过后，牛的收获当多，好在认为养牛产业粮食刺激力对高变大，做对亚世界开始。在民国64年的时候，台湾呢开放美国的这个世界各国的那个冷冻牛肉的进口，那时候造成台湾牛肉很大的冲击，冲击到以后1公斤的牛肉居然可以卖到50块不到。在民国70年的时候，台湾对于养牛政策呢已经做了一个定调。那定调以后，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以后的养牛事业以发展乳牛为主，肉牛为辅。农委会对养牛事业因为养牛唔係主要嘅，唔鼓勵咩唔禁止。不過對台灣牛肉還係有需求。2003年，美國發生狂牛症疫情，禁止進口。政府到2012年再個開放美國牛肉進口落來，主頭一時節，台南農會整合賦權嘅養牛戶，成立總鋪委業牛肉產銷班，改善問題牛肉家事問題成長。台灣沒有瘦肉精，也沒有狂牛症。所以在这种因缘機會之下呢，台灣的肉牛從65塊一直漲到110到145，目前的單價是145塊。那小的乳公牛從一頭那個500至1000塊，現在漲到現在一頭有6000至7000塊。老農夫同龜頭牛呢到下去，牛自己還有做全部是槍，順康還有長出些牛股嘅，一2年就送到台南養牛產銷班去培育。台灣養牛也還係牛股嘅黃參牛為主，牛股嘅價值55%，黃參牛10%，還有35%係嫩牛淘汰的雌牛。本來係老牛產業，後來老嫩牛，咩也係主要牛產業。現做咧已經做40幾年啦，較早攏用人工在做，所以講較早叫30紮，近300紮，近嘅300紮係無較快把做，用家己來代替，所以講現人也個不使做。肉牛的來源呢，其實都是撿人家不要的那些牛啦，好像說早期的水牛啦，還有現在黃雜牛啦。還有，早期很多人會說，哎呦，乳公牛啊，相對的，現在已經有選性了，就是說我們都是以生那個母牛為主嘛，所以相對這個小公牛就比較少，所以乳公牛這個部分就越來越少。大份講只阿爸向嫩牛事業，一幾年嘅拉嘢轉來嘢，第3胎準備來食，佢記得10年前將出世些牛股嘅，一張賣冇1000元。也用基因先公碼，牛股嘅數量減少，電到一隻賣到6、7千元，價是更好。易肥乳牛做好價，迄款牛肉做好食，屬於繁殖障礙，迄款呢就是已經配袂掉啊，無迄個價值好講，互你配種啊，所以講你就愛淘汰啊。國產養牛需求量天天的增加，牛股的數量電都減少，故所要用牛股的成本更來更高。台南農會建議短期做得學日本國內出得高級的和牛品種，含進口6種熱態，大概250公斤邊的假牛，用1年到600公斤邊的，再個賣去吃，種長期做法再來培育台灣種的牛。短期就是講，因為你政府嘛引進這個肉商誒進口肉來賣，如果咱若用講來進口
架子鸟入来饲养呢，那来培育一寡青农呢，那互青农对这个产业更加了解，对咱的消费者呢，会当更加肯定。国内政府的认真就是讲对食安的部分，整个产业链慢慢的建立，初期的时候是这样。那我们就认为呢，农委会因为有参考国外的一个经验。它是失败的一个经验。沙烏地阿拉伯在30年前曾经发生过，也有从澳洲进口，但是才进了没多久以后，他发觉这个牛价完全被这一个单一市场所垄断，所以他们又回不只进口牛肉。农委会明确反对，因为血价牛无探索到国内牛肉产业专业发展。学界认为，长期来看，还是对根本来做，应该辅导国内牛肉业者传入好的品种，好好的血，改善血的环境。架子牛也是可以，但是架子牛变成说你进来，当然你可以当成就是养，那就屠宰掉的，那这个就比较短期性的一个企业啦，短期的就好像抢短线的哈。你假如说要从基本做起的话，就是要从种牛。台湾要发展肉牛，就是要从自己的母牛，自己有自己这个肉牛的母牛怀孕生产小牛，来走全套的正式的一个路线。所以在今年呢，我们也鼓励了几位青年的农民，他们进口国外最好的品种，就是安格斯牛。青年农民种子名最进口安格斯种牛马，不过农委会项目处也偏同意进口过后，沙头防疫建议有关同其卡单呢。本单向进口行得多的牛马，是因为检疫厂特色的最密进口少量进口。像这批种母牛，它是坐飞机进来的，那坐飞机进来跟船运进来的价钱，它至少每头牛至少差了至少30到40%。那坐飞机的原因是在于说我们的检疫场太小了，我们每次检疫只能200头，甚至到250头。肉牛的进口的隔离检疫事实上，当然我们在观音的隔离检疫中心，它的容纳量当然是有限但是只要能够排好期程的话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案，就是说你可以申请那个指定隔离地点的检疫。防检确解释，其实经过许可，未来要做得到指定地点来检疫，后本牛肉进口检疫行个利片。青年农民希望台湾想发展畜牧产业，修建体育安道，农委会应该行个3万辅导农民来种牧草同强国保育，对顺丰都好。对于休耕地的部分的话，如果当然说那些休耕地，如果说可以拿来利用说种植牧草，甚至青稞玉米的话，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嘛，而且成本明显比进口草低很多。休耕地那么多，为什么不种牧草呢？这个牧草呢，尤其台湾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力，尤其呢，国产农业有一定的这个竞争优势，唔免干那惊外口什么种的这个肉进口，其实呢。我个人认为呢，这不以为然。所以讲，其实这看是咱政府有迄个决心，要做甲唔做，也唔通自家唔干那要牺牲农业。也台湾业绩安大，有部分原因係生產力唔高，向有青年農民想學高經濟價值牛肉來提高刺激力。好像我们肉牛来讲，我觉得肉牛就6%，我随便拉个10%，拉个5%好了。到11%，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，一个很大的商机在里面。台湾要谈到自给率提升，事实上是一个困难度蛮高的，因为我们真的基础牛羊，你再怎么饲养都不足。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是，台湾土地面积太小，你没有办法做大规模饲养。那我们的雏料的来源也供应不足，这个是我们限制性它这个肉牛事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。那因此，我们只希望小而美。國外牛肉天無按年進口落來，生物立場暗藏，菜地生產、菜地賣台灣牛肉，殺菌可維持銷售的量，最價咪漲6%。不過青年農民還上咗3萬餅，希望檢疫廠較大條嘅相關政策變入來，按樣佢也做乜嘅也唔會踏實踏腳。